经过往来收成了后，这往来种的皮啊，也是叶啊呐，这农民拢会甲拍好喙，掺入咧土内底做肥料。不过有当时啊，琐事会生菌。为着解决这个问题，台南市府甲民间企业是甲这个农业废弃物回收，做做是衫、帽啊，也是饲料架数等等，这个产品佫成功外销去日本。往来站放点这台机器，免3秒就自动甲茎甲叶啊做分开，出来叶啊，再佫提起厝内边的纤维，那茎细细的切片塑搭，甲摕来做动物饲料，添加这等物件。传统种往来过程，敢若果肉有作用，像果皮、茎、叶啊，拢可能当作是农业废弃物。即阵为着配合国家政策，达成2004年农业净零排放目标，台南市政府参民间合作设回收示范区，采用机械甲这废弃物回收，嘛减轻农民负担。伊这有当时做到生果做到发虫，有虫啊有菌啊，所以经过这进资料，咱较开始当落栽啦。所以即摆有这对咱农民来讲有较好哦。有较好，变成咱免用常用药啊。对环境嘛较好。较好。农民讲，因过这废弃物拢会掺土淋做伙拍好喙做肥料，毋过烂去时间就要真久，甚至铺药啊杀菌，产地上无爱放半冬才会当搁种。即摆甲本正无路用的废弃物变做有价值性的产品，那减少处理成本，未来嘛通增加往来产量。叶啊，也使摕来做纤维，纤维也使做一寡阮的衫、帽啊、袜子、包包等等的一些纺织用的产品。茎的话，我也使摕来做肥料，买在做饲料。买在做几包猫砂的附加产品，减少农业废弃物，增加这个循环经济，而且可以让这个农民的收益增加，让对环境更友善。双赢甚至是3赢的这个政策，我们还会持续推广。业者指出，去年7件回收15公斤的往来，甲做成饲料架数、养蛙用品等物件，佮外销去日本。因今年目标是要扩大到60公顷，未来嘛按算推展到台南其他往来产区，持续推动永续农业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